这是咱三甲来共读圣经，记载伫雅各书第一章头一段是伫个第2节甲第7节，第二段是伫个12节甲16节，拢伫个同一章。兄弟啊，恁遭有了各种的试炼，应该认为是通欢喜的事，因为知影恁的信心经过了考验，就会产生忍耐。恁爱忍耐到底，才会当达到十全十美、无有欠缺的地步。如果恁的中间有欠缺智慧的，应该向上帝祈求，伊会赏赐智慧予恁，因为伊乐意丰丰富富赏赐予每一个人。毋过，恁爱借着信心来求，毋通淡薄犹豫。犹豫的人，好亲像海中的波浪，予风吹震动，起落无定。即路人三心两意，无定准，免想要希望对主遐来得到什么。第12节，遭受试炼，佮忍耐到底的人有福气，因为通过考验了后，伊要领受上帝所应允迄个生命的免流。人如果经历这个试炼，毋通讲上帝试探我，因为上帝无受邪恶的试探，也袂试探人。一个人受试探，是因为家己的欲望勾引过去，伊的欲望怀孕，生出了罪恶。罪一旦生成，就产生死亡。我亲爱的兄弟啊，你毋通搁欺人了。以上圣经到这，愿上帝祝福听伊的话，搁遵守伊的话去行的人。今日咱大家真欢喜，咱本堂的蔡正道牧师，伊要来分享木心系列第31讲，题目是试炼。咱请蔡牧师。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咱今日要分享的题目是试炼。要领受上帝话进前，咱同心来祈祷。是阮听通阮的天父上帝，阮感谢你的恩典。阮知你的话是充满气力，会当更新、调整、改变阮的心怀意念，也会当加添阮大的气力甲信心。所以，这是恳求主你帮助阮，赏赐阮属天的智慧，开启阮心中的目睭，互阮会当看出你话语的奥秘，也会当透过圣神的帮助，加添阮信心甲耐心，互阮伫生活中间去实践你的话来得到帮助。恳求主你帮助阮，我安尼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如果咱有一天收到一张别人寄予咱的批，顶面安尼写，讲某某人啊，你会遭受到真济的灾难、困苦、试炼，但是你会看做是通欢喜的事。你若收到这款的批，你会安怎想？咱今日所读的雅各书。因的受批的人，就是接到这个作者安尼写。咱看见着，伊一开始就安尼讲兄弟姊妹啊，恁遭受到各样的试炼，应该是认为是通庆贺的事。咱若看和合本的圣经是安尼翻译讲，我兄弟啊，恁若落伫百般试炼中间，拢爱抓做大喜乐。咱一般来讲，咱若拄着试炼、艰苦、困难，咱会感觉真艰苦。心肝真无法度超越，有时阵会得到真大的挫折，会感觉灰心丧志。因为试炼往往是打击咱的性命，互咱拄着失败。为什么拄着百般试炼，咱犹原会当感觉是一件值得庆贺、会当抓做喜乐的代志？因为咱来理解，试炼有可能成做咱生命中间的祝福。这种甲
咱用什么款的眼光去看这件代志，有真大的关系。圣经中间，伫罗马书第8章28节安尼写，讲咱拢知影万事互相效力，互听上帝的人得到利益。所以意思，咱看见着万事，万事就是指所有的代志，有好事，嘛有歹事，当然中间嘛包含试炼。意思讲，咱拄着任何代志，拢会当互听上帝的人得到利益。所以，无论好事歹事，无论试炼也是顺利，咱拢会当因为听上帝的缘故来得到利益。所以，咱今日要透过所读的经文来明白这个大好的消息，就是伫百般试炼中间，咱要得到大喜乐。要进入主题之前，咱先来看，伫圣经中间有两个字，这两个字是无啥相共，就是试炼甲试探。试炼甲试探这两个字吼，伫圣经中间是无共款的，是有分别的。但是因上介大的无共款的所在，是在伫试炼甲试探，伊所产生对人产生的效果，结果是无共款的。咱有时会讲魔鬼咧试探咱，魔鬼试探咱，就是要诱惑咱，互咱犯罪，互咱离开上帝。但是同时咱嘛讲，上帝咧试炼人，互人伫试炼中间得到利益，互人更加亲近上帝，信靠上帝。所以当咱咧讲试炼甲试探的时阵，有时阵伊是指共一件代志，但是伊是即件代志的两个无共款的面。意思是讲，魔鬼会借着一寡代志来试探人，但是上帝要借着所发生的这代志来试炼人，来帮助人。伫咱的人生中间，咱会拄到真侪代志，这代志有真侪是困难在下，嘛有真侪是幸运顺利。这代志有时阵会因为咱错误的选择，真做试探，互咱离开上帝。但是有的时阵嘛，因为咱正确的选择，真做一种试炼，互咱得到利益。意思是讲，相款代志，比如讲咱拢拄着一个困难，但是因为咱拄着这个困难，咱就开始埋怨上帝，离开上帝。安尼这个困难，就是咱生命中间的咒诅。但是相反一件代志，咱拄着困难，因为拄着困难的缘故，咱更加轻掉上帝，掠掉上帝，倚靠上帝。安尼，这个困难变成做咱生命中间的祝福。倒边来看，如果咱得到一个看起来那亲像祝福、幸运、顺利的代志，这件代志互咱得意忘形，互咱家己骄傲，互咱离开上帝。安尼，这件代志变做咱生命中间的咒诅。如果咱若拄到一个幸运顺利的代志，咱因为安尼感谢上帝，这件代志就真做咱生命中间的祝福。所以，无论咒诅还是祝福，是在伫咱家己所做的选择。这是今仔日咱来理解这件事。这件代志之所以真做试炼，或者是变真做试探，拢是在伫咱所做的选择。咱要进入这个试炼甲试探的这个主题的时阵，咱先要了解一件代志。咱常常讲，咱要抵挡撒旦的试探，咱就爱知影伊运作的方式。咱知影撒旦运作的方式，咱就会当来对付伊所对咱的攻击。咱来理解，人被试探，往往是由三种方面的因素构成的。第一项就是试探的来源，就是撒旦，就是魔鬼。第二项就是伊的媒介，试探的媒介，就是这俗世间的代志，还是讲咱拄到的情况。第三项就是咱家己的欲望。只有这三项代志拢配合起来，这试探才会成功。我使用一个图，互大家了解哈。撒旦用这个俗世的代志来攻击咱，还是讲互咱拄到这个代志，引诱咱。人
那用欲望来回应的时阵吼，欲望亲像一个钩啦吼，这个钩的甲这个撒旦的诱惑吼，撒旦那亲像钓鱼同款吼，伊用这个饵啦吼，饵就是这个鱼饵吼，就是这俗世间的物件咧钓咱。咱人若用欲望甲伊交做伙的时阵，咱就受伊试探，伊的试探就成功。吼啊，所以咱就爱理解。人用家己欲望，互家己被试探，所以咱拄则所读的经文讲，一个人受试探，是被家己的欲望搞去的。所以咱来理解，如果一个人拄着这个试探的时阵，伊无放纵家己的私欲，保守伊家己的心，安尼外在的试探是袂当互咱陷伫罪恶的中间。所以因为安尼，咱就爱理解。要赢过试探的第一步，就是咱家己爱承认咱的软弱，而且求上帝会当帮助咱保守咱的心，保守咱的心。因为咱人拢有一个特质，就是咱常常会将家己的失败的责任归伫别人。讲啊，这诱惑伤大，还是讲这魔鬼太厉害，啊，这伊用的手段伤过残忍，所以我就被伊诱惑去。其实上界大的原因是安怎？家己欲望嘛。如果咱要赢过试探，咱就要承认家己是软弱的，会受诱惑的。所以咱需要安怎？拄着这试探的时阵，咱需要倚靠主耶稣基督。所以咱看见着主教是咱的祈祷文中间，对咱讲，毋通互咱入伫试。其实意思就是讲咱来明白咱家己是软弱的，所以求上帝毋通互咱遭受承受不起的考验嘛。这就是现代中文的翻译，就是讲咱毋通了做咱家己真牛，咱会当抵挡所有的诱惑，无可能的。咱太软弱的，所以咱特别拄着撒旦的试探的时阵，咱就爱逃走，走去倒位？走去主耶稣基督，是袂架骹去倚靠主耶稣基督。所以，亲爱的兄弟姊妹，拄则所读的经文安尼讲，一个人受到试探，是被家己欲望所搞去的。伊的欲望怀胎，生出罪恶，罪恶一旦长成，就产生死亡。而且，大人讲其实试探毋是罪啦，但是试探若互人的私欲所接受，伫咱的心中就开始生炭，而且那亲像怀孕同款。最后就生出罪来，所以犯罪，一个人敢有犯罪，其实毋是讲伊有拄着试探，无拄着试探，是讲咱有控制咱家己的私欲，无甲即个试探结合。咱看见着圣经中间，主耶稣基督嘛拄着真侪试探嘛。伊当出来要传道的时阵，去旷野禁食40天了，魔鬼就来试探伊。而且用真侪无共款的手段来试探耶稣基督。那耶稣基督有犯罪无嘛？因为伊无放纵家己的私欲，甲这试探交做伙。所以圣经人家是讲安怎？讲咱毋通互魔鬼，毋通留空芳互魔鬼啦。这咱台语翻译了真好。华语是讲不要给魔鬼留地步。咱台语是讲，你毋通将迄个空芳留互魔鬼，互伊会当趁即个空芳来入你的心，所以你的心来保护好势，毋通互魔鬼有空芳。这魔鬼的试探无停留伫咱的心中，伊就无机会甲咱的私欲结合。所以面对试探的第一步，就是咱来承认咱家己的软弱，而且控制好咱家己的心。互咱心内欲望毋通作用，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咱会当有较积极的看法，就是除了保守咱的心以外，咱保守咱的心抵挡这试探以外，咱会当用种正确的眼光来看试探，互伊变做一种上帝互咱的试炼，上帝互咱的磨练。咱来理解，因为试炼是有目的的。伊为咱的生命带来
正面的影响。咱看见着诗篇的作者安尼讲，伊讲我受苦是对我有利益，为着要互我学习上帝律例。意思讲，伊伫受苦中间，较明白上帝话的宝贵，因为上帝的话有力量，会当帮助咱超越过人生中间的苦难。所以，亲爱兄弟姊妹，咱毋通看受苦做一件歹代志，其实伊有可能真做咱生命中间的祝福。咱来理解，一个运动员伊若无接受训练，无接受磨练，甚至伊会比伊会当承受佫较加一点点互伊会当逐工进步。所以，适当的压力甲训练，会当帮助咱进步甲成长。包含咱熟练的操练，拢是安尼。那个书的作者安尼讲，因为知影恁的信心经过考验，就产生忍耐。恁爱忍耐到底，才会当达到十全十美，无任何欠缺。伫即个中间摕到试炼，会当为咱带来几种祝福。牧师后面要透过圣经，甲大家分享4种祝福。咱一项一项来学习。第一项，试炼会当增加咱的信心咱顶礼拜有讲到一个人的信心爱顺正对无？爱顺正。要将信心顺正，过来爱顺正甲真实要将咱的信心变作顺正甲真实，真重要就是讲。透过试炼，透过困难，帮助咱会当互咱的信心更较顺正。伫遮所讲的试炼，也是讲考验其实是甲当时阵一种行业有关系，就是这炼金啦炼金的行业，这技术的中间的一个步调当这个炼金的师傅伊要将一寡迄个无顺的金属而且矿物来变做较纯正的时阵伊会用一种方式，伊会摕一个大鼎，然后将咱要炼好纯化要纯化的即个金还是银放伫即个鼎内底，然后开始加热加热即个金属都扬起对无扬起了因为原本即内底是无纯正，所以有真侪杂质，这杂质因为加热的缘故伊就慢慢浮起来到尾这金属变做那亲像液体安尼这杂质就浮起来慢慢你若搁较加热，伊就会烧去，互金属渐渐变做纯净无杂质这个炼金的师傅伊要安怎看这个已经炼好伊就是通常爱压伊的面即个鼎内底小可照一下咱知影金属会当反射嘛伊会看到即个鼎内底有一个家己的形象头起杂质真侪时，伊迄面就安尼灰无清气，所以伊就知影讲即个时阵搁爱继续来加热搁来火搁来加旺的，然后伊搁起来看渐渐遐杂质烧掉了，迄个鼎内底就会当反映出即个师傅的形象当伊完全显出即个师傅的形象的时阵，就表示即个金属已经炼好已经是纯净无杂质的所以伫试炼的过程中间，好亲像天父上帝将咱的信心摕出来，来咱考验相款。经过试炼了，咱的信心就更较单纯，无任何杂质。这是试炼会增加咱的信心。第二项，当圣经头咱讲恁的信心经过考验了，就会产生忍耐。就是讲，伫遮咧，咱来理解来讲，咱因为伫即个困难的中间因为咱的信心，咱倚靠上帝所以伫即个困难的过程中间，咱就产生一种真重要的品格，叫做耐心啦，忍耐心。而且忍耐毋是讲消极的忍受痛苦，是这忍耐是有盼望的咱亲像咱
行入一个崩坑同款。咱知影，咱只要一直行，一直行，坚持落去，行到落尾，一定咱看出对面来的光。啊，所以伊是一个有愿望的，伊知影伊继续行，继续忍耐，将来会当得到迄个愿望。所以而且会忍耐是一种毅力，毋单单是忍受迫害，是一种有愿望的天候，是一种充满愿望的意志。啊，这是因为安怎？这是因为上帝甲咱同在，圣神充满咱所产生的特质。所以咱看见着加太书的第5章22到23节就讲吼，圣神所结的果子中间，忍耐是其中一种特性。所以伫试炼的中间，咱因为信心的缘故，因为对上帝的信靠，因为上帝甲咱伫地，圣神充满咱。所以，咱会产生一种特别的忍耐特质。这种忍耐特质，互咱伫人生中间，检查咱拄着更较大的困难甲试炼，拢会当靠着主来得胜。然后，因为信心产生忍耐，咱继续忍耐的时阵，渐渐试炼会当成全咱的品格。圣经大人讲，恁忍耐到底吼。才会当达到十全十美，无任何欠缺。上帝伫咱的生命中间有真美好的计划，伊伫咱的中间有定一个上界尾仔的目标，就是愿望讲，咱会当伫信仰顶面、属灵顶面渐渐长大成熟，一直到十全十美，无任何欠缺。啊，这个十全十美无任何欠缺，就是亲像主耶稣基督同款。所以，如果你若去看《以弗所书》第4章13节，伊安尼讲：听候咱众人伫真道顶面同归伫一，认捌上帝的囝，是主耶稣基督，互咱长大成人，满有基督忠诚的信仰。所以，亲爱兄弟姊妹，拄则咱有讲到吼，这个。试炼啊，亲像一个炼金的师傅，伊用迄个大的鼎咧炼金。我拄则讲过，要炼到什么时阵无杂质，就是迄个鼎内底迄个形象吼，印出来甲迄个师傅是一模一样，安尼这杂质拢除去。啊，所以咱来理解，一模一样的亲像主耶稣基督同款。亲爱兄弟姊妹，咱来理解一点：信耶稣绝对毋是决志了、受洗礼了啊，就结束啊！我天堂的门票我已经摕到啊。受洗礼加入教会只是一个开始，咱要开始一个新的旅程，咧奔走天路的过程。奔走天路的过程中间，那亲像一个旅途同款，咱就一直。往顶面咧行，往顶面咧行，互咱一步一步哪来哪亲像主耶稣基督。所以，亲爱兄弟姊妹，咱伫人生中间，无论拄着啥物款的代志的时阵，咱要做决定的时阵，咱就先看卖。如果若主耶稣基督拄着即款的代志，伊会安怎做判断？如果主耶稣基督拄着即款试炼的时阵，伊会安怎去超越？咱如果咱会安尼想的时阵，咱若照安尼去做的时阵，咱就一步一步，哪来哪亲像耶稣基督。所以试炼的目的，就是要成全咱的品格，互咱哪来哪亲像主耶稣基督。最后，咱看见到这段经文的后壁面，嘛有一个真大真大的祝福。圣经安尼讲，遭受到试炼来忍耐到底的人有福气，因为通过考验了，伊会领受上帝应听伊的人所应允迄个生命的冠冕。意思就是讲，当咱拄着一寡试探，因为正确的决定，互试探变做试炼。通过试炼，有一天咱面对上帝的时阵。上帝对咱讲：好个真重的萝卜，你已经完成伫世间的工作，
紧来礼拜教我做伙享受天国宴下的快乐。咱等下要吟一首圣诗，就是圣诗347首。这首诗歌的作者叫做史帕夫，顶回牧师讲过伊的故事。伊的4个查某囝，拢伫一片的传染中间来失落死亡。但是因为伊坚定的信心，伊拄着这么大的困难挫折，甲这么大的忧伤，这么大的灾难，伊悠然用伊的信心来面对上帝伫人生中间所安排这一切。后来，伊甲伊的太太，佮去到耶路撒冷的所在，去遐做真好的事工。伊用伊一生去见证这件代志。咱人生中间，检查会拄着大风影，有时感觉亲像咱无法度去超越，无法度去承受，但总是，如果咱来用正确的眼光去看遮的所有的试炼甲灾难，咱会当超越过，而且会当因为安尼，互咱的信心更较顺转，互咱的耐心更较完全，互咱哪来哪亲像耶稣基督这么好的生存的品格。最后，我相信咱的犹原会当得到上帝所赏赐咱迄个性命的免流。愿上帝亲自帮助咱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阮感谢你，伫阮的人生的过程中间，你为阮安排一切路站，阮拢欢喜接受。求主一步一步继续引带阮，无论是顺境，或者是逆境，阮拢愿意顺探上帝的心意，透过你所赏赐阮的信心甲耐心，互阮的品格哪来哪成全。阮也相信，有一天阮甲你面对面的时，主你要将迄个永远活命的免流赏赐互阮，恳求主帮助阮。安尼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